伫咧台湾、中国、马来西亚，因拢有送王俊的仪式。不过民间甲学术界却跳出来讲，虽然王爷信仰是对中国传来的，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伫台湾的传承颠倒是比较较完整，文化内容也较密深。也希望政府讲就要赶紧来重视。 大卡波摆电视，台南的电图2019年被邀请到马来西亚马六甲青花宫支援文景活动。当时青花宫渐渐恢复送王俊的仪式，其中的礼成安那拜拢是向台湾学习。但去年马来西亚和中国共同申请送王俊仪式做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台湾却无办法参与。无毋对，咱是对中国大陆遐流传过来文化，但是你甲看释迦牟尼佛。 伫印度有信佛教的，嘛无啊。互人叫做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仔庆安宫，甚至记录保存所有迎送王爷的礼仪细节，对台湾较有优势的文化变作别国的文化遗产，感觉真烦恼。但文化部持肯定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代志，为什么？因为咱世界上各有一个文化，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熟悉伊，更较深入来了解的时阵，咱就会听到，咱就会知影，就讲啊。 台湾，咱整个的文化诠释权全部都互中国摕去啊！哦，所以这是最严重的代志，这牵涉到咱规个国家文化政策、文化外交，甚至是整个国际文化政策观点好的一个施行。 王爷庙是台湾数量上济庙，甚至比妈祖庙搁较济。迎王送王的方式，为南到北嘛真多元。学者认为，台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熟悉伤少，希望国家会使搁较重视文化政策和文化外交。记者高友莹、林坤明综合报道。